尋日講咗渣男，今日繼續講渣男。隨住時代唔同咗，渣男嘅玩法都唔同咗。以前嘅玩法係結咗婚扮未結婚，拍緊拖嘅扮單身，同自己講唔想拍拖，甚至話唔中意女人。最誇張嘅我聽過一次，第一次見面就同我講佢性冷感，聽到我都想報警。咁而家嘅渣男又係點玩嘅呢？第一日識你，佢就開誠布公同你講佢自己結咗婚，有個幾個月大嘅女。之後嘅相處，佢成日有意無意都提住自己個女，每隔4個鐘頭就同個女視頻一次，仲準時過食藥，營造好爸爸嘅人設。相處咗一段時間，佢就開始同你講私事，講下老婆壞話，例如話佢生完成隻河馬咁，洗衫又話係幫佢洗，彷彿當初係鬼上身先揀呢個女人，製造可憐人設，冇人理解。去到第3階段，佢就開始做嘢啦，刻意製造獨處機會啦，借頭借腦親近你，揩下你手仔啊咁，會令你覺得你比起佢老婆更溫柔，更了解佢，甚至可能會暗示，如果你係佢老婆就好啦。嗰啲戀愛腦嘅妹妹聽到呢度就會聖母心泛濫，希望自己可以帶佢老婆去體貼呢個又溫柔又可憐嘅男人，甚至乎想做佢老婆。去到呢度，成件事已經拉撚晒耶！唔好問我點解知，反正我就知。妹妹啊，唔好中佢計啊！佢今日可以話佢老婆係河馬，聽日河馬就係你。渣男們，尋日我話如果你第日個女遇到呢啲男人，你有何感想？你可能冇 feel。今日我想講，希望第日你最錫最珍惜嘅女，遇到同你一樣搞大人哋個肚，連落仔錢都唔肯俾，仲藉口多多嘅契弟，要用你份養老金去俾錢個女落仔。祝福你出入平安。我係9噏多過呼吸嘅無與倫比，我哋下次再講。